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的查某囡仔。2年前，我未开到故乡，行船去到南美洲，真久也已经无倒转来。秀的那爸母就问弟弟叫别人去找爸母后壁，煞来逃走，这去就无消无息。然后等我转去到故乡，就接到一间母子姐的花，伊讲着就缘我，再叫酒女一定无因放弃我，叫我如何当作已经是死去了。但是我知影伊完全是为着我。